环评大会下晡要审查台中电厂2期的环评案，早起就有环保团体去环境部抗议哦。因批评讲中火检讨团无应该等到大规模扩厂，伊嘛呼吁讲这案应该要退回定审。退回小组，重新审查。防务当中大声喊口号，爱环境部听到环团的诉求，因为中火延期2期计划，环评伫8月初审通过，3早进行环评大会审查。因为2期计划会新起4台燃气的机组，4座储存槽，也佫有相关的设施，2台烧土团的机组会渐渐拆掉。其他烧土团的机组是转做紧急备用电力设施，因为此案伫环评大会当中一概就通过，引发环团真强烈的不满。这个燃气机组的案子，我们认为是以气代煤的这个假借这个名义，假借以气代煤的名义，在行扩厂之时，中部人就得要承受，不管是火力电厂还是不当设置绿能造成的伤害，非常不公平的这个状况，呼吁这本案应该要退回小组重审。因为顶届中火土团改造燃气，增加2台燃气的机组的时，受中火严重空气污染的台中彰化南投3个县市的副首长亲身出席环评初审的会议。环团认为讲，这届是好亲像大户扩大厂。中部县市的首长更加应该出席表达意见。PM2.5更小的 PM1，这些超细纤维粒仍然非常的大量，所以那些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肺部或是呼吸道或是任何空污引起的这些癌症疾病。环团是批评讲，中火是全世界排碳量上悬的电厂，中火减煤无应该愈减愈肥。变做大户增加燃气扩大厂，呼吁中火2期的燃气规模应该由新起的4台机组减做2台，也要求本案退回重审，也呼吁大政府应该优先实现工业用电深度节能的政治承诺。对环团的声音，环境部表示会予参加会议委员知影，依法审查。记者综合报道。